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6月24，诗篇30篇10安尼讲：你有将我的蹄口变做跳舞，将我的毛衫烫起来，用欢喜最大甲我下。三甲来祈祷，用欢喜最大，互阮通下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阮的坚固城，你是阮的避难所，你是阮的保护甲盾牌。有你甲阮伫地，阮就无惊灾害。主啊，伫你全能的实骨庇荫下，阮要安然徛起，阮也要坚固徛在，因为你是阮的石盘。阮就通安稳伫你的内面。主啊，阮的心互济济艰苦缀到得要无法度喘气。阮的重担你拢知，你也听见阮啼哭的声，总是阮要感谢你，因为你应允阮，要将阮的啼哭变做跳舞，也要烫去阮哀伤的满衣，因为你互这个要变做欢喜的大来互阮下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愿主帮助咱每一天伫伊的面前全然来倚靠伊、仰望伊，伊就要烫去咱哀伤的满衣，将欢喜最大甲咱下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